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彰化市台74架线，昨日发生一件追撞的车祸，一台黑色的免治位追撞着头前一台白色的轿车，结果白色轿车冲过分隔岛，规台车挡势180度才停落来。本来掠准是单纯的追撞的车祸，但是调行车记录器才发现讲，原来黑色的免治位当时是甲一台美玲的驾车，才会失控追撞白色轿车。 白色轿车都看到一台白色的美玲的对边驶过，后一秒，家己就去和后边一台免路对撞。白色轿车冲向慢车道，车势180度才停落来。车祸发生伫昨日下晡点歌，伫台74架线彰化路段。 轰动的白色轿车车主想要了解事故的原因，才发现原来迄阵造成的白色美玲的，伫前一日路口时，甲免路两台车离正远，速度也正紧，敢若是咧驾车。我看到的是2台高速行驶，我只是依视觉得他们在竞速，那其中一台是失控撞到我。警方调着前一日路口的监视器，发现两台车拢对慢车道甲大车掠过。 结果黑色的车失控，撞着护栏，涂骹拢是车辆弄坏碎片。白色轿车的安全气囊崩溃，面对半把甲链仔也弄落去，链仔甚至链出去2公里远。本分局调阅监视器，发现双方疑似在台74甲线与田坑路口就已在竞速，警方也已掌握另一台竞速车牌。 尽速通知到案。伫车路顶驾车，佮去弄到其他车辆。警方讲，安尼行为上悬会当罚到9万，佮会吊销驾照佮吊扣车牌。加在轰动的驾驶佮乘客人无安怎？是讲驾驶是真唔甘，买无一档的新车已经爱入厂修理啊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